香港科學館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強調一個互動性。科學嘅精神就係你要不斷咁去做實驗啦，做探索啦。實驗啦，自己去親身去經歷呢個步驟咧，係一個唔少得嘅一個過程嚟嘅。喺香港科學館裏面，觀眾唔單止用眼去觀賞，仲可以用手去接觸，或者操作一啲互動性嘅展品。背後嘅理念係好簡單，就係要利用展品啟發觀眾對科學嘅興趣。希望我哋每一個觀眾入到嚟參觀咧，佢哋都係要自發，親身去體驗，親身去發掘，每一件展品背後嗰個樂趣同埋背後嗰個科學理念。專題展覽達文西的創意奇想，除咗介紹達文西傳奇嘅一生之外，仲展示咗好多從佢嘅科學概念製成嘅機械裝置。呢一個展覽將達文西嘅科學智慧呈現出嚟，帶觀眾進入佢嘅創意世界。我哋做專題展覽咧，好多時都從呢個觀眾市民當我哋普通一個市民嘅身份去衡量翻呢個主題會唔會話同市民遙不可及。其實科學咧，我哋希望帶一個訊息俾市民，就係融入我哋生活裏邊嘅。就好似呢個達文西嘅展覽咁啦，同我哋今次合作呢個嘅意大利佛羅倫斯嘅達文西博物館嘅一班歷史學家啦，一班科學家啦，咁佢哋發覺達文西寫啲手稿同埋有啲圖案，即係唔係咁簡單嘅喎，原來真係有科學理論喺度嘅喎。咁佢哋所以花咗幾十年嘅時間，就去嘗試用翻當其時文藝復興時代嘅一啲物料，譬如話係木啦、麻繩啊，就重組翻達文西佢嗰啲嘅結構配件。然後咧就籌組翻嗰件一件嘅物件出嚟，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知識或者呢個展覽咧可以引入嚟香港，俾市民佢哋認識。咁另一個我哋考慮嘅因素就係互動性啦，因為呢個秉承翻我哋科學館個宗旨，一定係要強調市民佢哋親自去接觸、去探索每一樣嘅科學知識，要喐、要去動，咁然後先至可以係學到嘢嘅。呢個展覽可以親身去試好多嘢，咁就唔會淨係睇啦，咁可以更加明白佢嗰個當中原理啊，可以明白到點樣去嗰個力學嘅問題咯。因為佢係一個滑輪嚟㗎嘛，咁佢可以舉起啲又長又重嘅物件，用最少嘅力，咁佢可以明白以前咁嘅原理同而家都係不謀而合咯。我覺得咧呢個展覽佢嘅專題性比較強，可以互動咯。咁我覺得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係咯，之前我哋即係喺書度學嗰啲物理知識咧，比較咁死板。咁如果喺度嘅話，我哋可以自己動手去玩下，咁樣就可以了解得更多。我哋覺得呢度嘅展館啲展品可以俾我哋嘗試去喐動佢，咁就令我哋更加明白佢嘅原理。其實我哋好多件展品都好受歡迎，特別最受歡迎咧有一個叫拱橋嘅展品。咁呢條拱橋嘅有咩特色咧？
其實佢運咗好多力學嘅原理啊，去做呢條洞橋。就一支支木枝，唔需要用到釘啦，或者繩索去捆綁嗰個結構，咁係靠木佢自己本身互相緊扣造成嘅一個結構。呢個設計咧係又堅固又方便，可以周圍拆又可以周圍起，非一般想像咁樣，好似只係佢好似諗得出咯。達文西係一位公認嘅天才，佢嘅畫作係人類重要嘅藝術遺產。咁如果我哋缺少咗呢一部分咧，咁我哋覺得呢個展覽好似永遠都係爭緊啲嘢。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會係包括咗16幅達文西畫作嘅複製品。咁我哋會令到呢個展覽咧更加有一個完美嘅組合啦。達文西應用佢嘅科學智慧喺藝術創作度，佢嘅畫作可以話係藝術同科學嘅結晶。原來佢花好多時間都喺個身體嘅解剖學上面嘅，佢做咗好多功夫喺嗰度。正因為達文西佢有呢一個技能咧，可以令到佢畫一個譬如話其他嘅肖像畫啦，特別係呢啲嘅人像嘅面部嘅特寫嗰度做得非常之好。咁特別佢喺譬如面部肌肉邊一嚿肌肉可以令到佢會笑，或者佢眼神係點樣望咧，佢呢個處理得好好。佢呢個過程，佢花咗好多功夫、好多觀察力、好多探索嘅精神去做呢樣嘢。咁我哋都希望新一代嘅朋友，佢哋都可以學習達文西呢個精神，將呢個精神延續落去。科學館嘅使命就係要推廣科學教育，提高學生對科學應用嘅興趣同創意。所以策展以外，科學館會聯同一啲學術機構合辦活動，去達到呢一個目的。直線咁樣個設計就喺呢度嘅，可能條橋嘅一個結構啊咁樣之類啊。趣味科學比賽咧已經搞咗20年㗎啦，1991年開始咧已經搞第一次。咁我哋每一年都揾個主題出嚟，咁啊當然係科學比賽啦，亦都有趣味啦，最緊要要普及。行唔到直線落唔到去喎，點啊？整啲防撞板啦。英校長係趣味科學嘅元老，雖然而家已經退咗休，但係仍然支持呢個活動。咦，得啦喎！咁今年我哋個深谷環珠咧就需要設計一個器件，能夠抵受一個3000克嘅圓球喺佢嗰度滾動。基本完成啦。我哋分高班組同埋低班組比賽嘅，中1至中3咧就係低班組，中4以上咧就係高班組。喺低班組咧，我哋可以自由俾佢選擇材料，但係高班組咧，我哋規定佢一定用報紙嘅。咁學生咧，佢又要考慮下啦。呢個波成3公斤重，佢點樣喺過呢個鴻溝嘅時候咧？將佢嘅力咧係分散到唔同嘅位置，令到佢個橋梁咧係唔會變形。深谷環珠呢一個比賽咧，就主要咧，我覺得係比較考學生嘅關於力學方面嘅知識啦，例如呢個重心啦、力矩啦，同埋一啲建築上嘅結構嘅。我諗我哋應該考慮下橋嘅結構啦，同埋形狀啦，會唔會影響到橋嘅承受嘅力呢？三角形可以增加穩定性咯，所以喺呢個橋裏邊加咗一個大三角形喺裏邊，令到支撐住，令佢可以做得長啲，亦都穩固啲咯。其實啲學生喺整呢個器件嘅時候咧，都遇到一定嘅困難嘅。需要嘗試好耐嘅，尤其高級組咧，用嘅物料一定係報紙同埋線啦。嗰個圓球都3 kg 啦，我哋自己睇落去都覺得幾冇可能㗎喎。香港仔工業學校係趣味科學嘅常客，喺過去嘅比賽都獲得佳績。我最深刻印象嘅咧，有一個叫做係自擒北斗。點解咁有印象咧？因為呢個比賽實在太過難啦。咁有一個斜台。咁咧就有一個小車，咁咧就釋放落嚟，經過個龍門之後咧，先至能夠打開啲裝置，爆開裝置，
身高一條嘅拉尺啦嚇，咁啊觸動咗一個電眼，7個乒乓波從天而降。咁我哋車仔咧要經過條斜道嘅時候咧，要順便執埋嗰7個波，所以難度係非常之高。咁啊，當年我記得我哋4組同學都係用以拉尺嘅原理，但係4個結構係唔同嘅喎，做咗4架唔同嘅小車去參加你比賽，結果有3架都能夠攞晒7個波翻嚟。其實我同阿黃 Sir 咧，主要咧係喺從旁咧去監察佢哋啦。咁我哋唔會話參與太多落去嘅。咁我哋只係會俾一啲提點佢。喺個比賽當中，我覺得佢哋都學到好多唔同嘅科學知識同埋做人嘅道理啊。同學為咗今次嘅比賽，不斷去研究同埋嘗試，努力不懈去探索，就係研究科學嘅精神。安柱中學嘅劉老師今日陪同低班組嘅參賽同學去採購適合嘅材料。鋪頭都閂咗。其實初級組咧就冇限物料嘅，咁但係咧其實去考慮用咩物料咧都好考我哋嘅知識。咁咁啱咧，響我哋預備比賽嘅時候咧就撞正假期，好多響五金鋪咧都閂咗。咁啊初頭的確有啲擔心。有位同學咧就醒起啊，原來呢啲物料咧都喺模型鋪揾得到嘅喎。今次咧呢個設計就係先以2塊飛機木咧做個橋嗰個 base 嘅，然之後咧再揾2條碳纖維管咧喺呢度固定翻佢哋嘅軌道咯。飛機木同埋碳纖維咧，佢哋都有個特點咧，就係佢哋本身嘅重量低啦，但係佢哋嘅硬度高啦。同學構思初期嘅草圖，雖然唔可以同達文西比較，但係已經踏出咗科學研究嘅第一步。嗱，呢啲咪飛機木同埋碳纖咯。阿 Sir， 呢啲係片狀嘅好啲啊，定係呢啲管狀嘅好啲啊？嗱，片狀嘅碳纖維咧有個特性咧，就係佢呢個方向嘅受壓咧就比較脆弱啲嘅。管咧就每邊嘅硬度都一樣。你真係買翻試下得唔得？整呢條旗嘅時候咧，學生咧同我都遇到唔少問題。咁啊，首先就係學生咧初頭嘅時候唔係好識得應用嗰啲工具。揾鐵尺，揾鐵尺磅係嘛？小心介條片定唔同啊，搓實佢啦，不斷努力嘗試，同學成功完成咗條橋嘅雛形，可以測試下啦。我哋發現啊，條橋嘅表現都唔係好穩定㗎。咁啊要做好多改良。改良咗之後，佢哋將製成品帶到去科學館再測試。但係算唔算過㗎？咁樣唔過啦，都未真正過晒。你係跳唔係我哋擺嗰個係邊個先？其實咧，我哋頭先試嘅時候咧，發現到啲問題，啲易溶膠咧就影響咗個波嘅進入。咁咧就睇下可唔可以磨平啲易溶膠，咁令到個波進入嘅時候順利啲。好放。試埋呢次揾贏啊！好，非常好。仲有時間。即係呢個波，我哋要搣咗啲膠。就喺改良入邊咧，啲學生就慢慢去觀察。佢知道啲橋嘅弱點喺邊度。但呢樣嘢其實冇乜點樣壞嘅喎，因為我哋喺做科學嘅時候咧，都係不斷咁失敗，不斷咁嘗試，不斷咁失敗，不斷咁嘗試。呢種失敗咧，令到佢哋衍生咗一種鍥而不捨嘅精神。我覺得呢個就係正正我哋做科學、做研究嘅精神。趣味科學比賽深谷環珠終於舉行啦！來自唔同學校嘅隊伍陸續到達會場，大家都期待睇下參賽隊伍充滿創意嘅設計。完
期都係撞冧咗啦。浪士攞低班組安柱中學出場啦，睇下佢哋今日嘅表現點樣啊！成功啦！佢哋嘅努力冇白費到。呢條橋嘅設計別具特色，睇下結果係點啊！哎呀！跟住係香港仔工業學校高班組上場啦。哎呀，功虧一簣添。勝敗兵家常事啫，其實係呢個嚇。咁我相信佢個橋係好有實力嘅，不過有時係要講啲賽數。頒獎啦！安柱中學獲得1等獎，而香港仔工業學校就得到最佳設計圖獎。其實獲獎係一種鼓勵，反而通過參賽，同學可以實踐佢哋嘅探索精神，先至係呢個比賽嘅真諦。科學館會不定時咁去更換展品。今日策展隊伍又坐埋一齊，研發一個名為 Cloud Ring 煙圈嘅互動展品。咁咧呢件嘅 Cloud Ring 嘅展品咧，其實我喺外國嘅一啲科學館咧都見過㗎啦。咁第一次我睇嘅時候咧，呢件展品咧我都覺得非常之有興趣。我哋其實值得今次係自己去試，因為咧我哋個環境同其他地方其他嘅博物館嘅環境都唔同。用翻我哋自己嘅技術啦，可唔可以做到一個適合我哋環境用嘅一件展品？而家我哋都係喺個圖上面畫咗出嚟嘅啫。咁至於將來係咪真係做到一件類似嘅展品咧？呢個都唔知嘅。咁我哋可以自己再試下。穩陣㗎啦，係咪應該？應該得㗎啦，應該。好啊，好啊。呢一個展品嘅雛形已經完成，而家做緊測試。雖然可以成功產生煙圈，但係由於製煙嘅機器係一個舞台製煙機，佢哋發覺實際應用嘅時候會衍生一啲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呢件展品咧，就會擺喺我哋啲展覽廳裏邊嚇，相信佢係一定會影響到我哋啲消防系統嘅。第二就係話呢啲咁嘅煙，我哋一定要確保佢係安全度係可以俾啲細路仔吸到落去都冇問題嘅。咁要解決呢啲嘢，我哋知晒呢啲嘢先至可以做嘅。科學研究就係要不斷嘗試，策展隊伍要翻去實驗室，再研究用第二種方法去製造煙，睇下會唔會有同樣嘅效果。最終我哋都係選擇用呢個超聲波霧化器啦。其實佢嘅優點咧就係佢只要用水就能夠產生我哋足夠嘅水氣啦。咁嗰個設計嚟講，亦都係相對比較簡單啲嘅。咁亦都唔會咧對嗰個周圍嘅環境咧係造成一啲嘅污染。嗱，而家開咗啦，啲水氣咧都係聚咗喺下邊。我見到呢度好明顯佢沉咗啦。咁如果要令到佢能夠做到上面，即係谷得到啲水氣上面咧，就係要靠呢把加壓線。係。啲水氣上到去之後咧，都應該咧就保持到嗰個咁嘅動力。一般科學館嘅展品咧，喺未正式俾市民玩之前咧，我哋都要做過一啲內部嘅測試咧，同埋一啲評估咁嘅。通常咧，我哋首先會邀請一啲同事咧，就俾一啲意見先啦。哇！點啊？效果好喎！或者喺 design 嗰方面呢度加個手掌印，等人知道喺度撳落去，咁樣會比較更加好啦。
其實當啲觀眾咧玩呢件展品嘅時候咧，佢會產生一個氣流嘅。咁個氣流咧，當衝出嚟嘅時候咧，就會撞到周圍嘅空氣啦，就會產生一個圈狀嘅構造嘅。咁呢個結構咧，就會一路向上慢慢升啦，就會產生一個煙圈嘅效果。歡迎你哋今日嚟到呢處啦！今日邀請你哋嚟幫我哋試一件新嘅展品。哇！好神奇啊！呢個展品咧就唔係淨係出煙嘅，就會出咗啲特別效果。我哋係睇下邊個同學可以做到個效果出嚟嚇。哇！好啲啊！呢個掂喎！你見到啲咩啊？我見到有個圈喺中間。OK。佢睇到好似好簡單咁，原來好難玩㗎，好得意啊！做出嚟個效果。我哋都啱啱觀察過啲同學咧點樣用呢個展品啊，其實咧都唔係每一個同學咧都做到個煙圈嗰個效果嘅喎。咁喺個展品嗰個設計啦，同埋互動嗰方面嗰個設計咧，我覺得就冇問題嘅。慢又得嘅喎，記唔記得？其實呢件展品都好似需要一啲技巧去玩㗎，因為要掌握到呢個技巧咧，先做到一個好嘅效果咯。咁但係我哋都會繼續做一啲改良啦，咁希望做到一個更加完善嘅展品咧，就將來俾啲公眾享用嘅。你可以嚟到呢個網頁參加網上問答遊戲，答中問題嘅觀眾將有機會獲得精美禮品。